叫他下午一起来吃饭吧。3个人？对啊，3个人，不错吧？不要，我已经答应他了。你过河拆桥也太快了吧！别忘了，你下午还要用我。你是想我陪你吃午饭？不是我想，是你欠我这个人情。那你想不想我还你这个人情啊？想啊。那好，一会儿杨康来了呢，你躲在里面，千万别出来啊！我还真变成了金屋藏娇了。真亏你说得出来，你教，你哪里教？啊！完了，杨康来了，你赶紧回自己房间吧。别，你冷静一点。如果我现在去自己房间，很快就会被揭穿的。哎呀，你赶紧去卧室吧，来，哎，快去，你听我解释。哎呀，别解释了，赶紧进去。你听我说。进去。哎呀，别着急嘛，别出来啊！哎，喂，哎呀，喂，好，你听我说，哎呀，进去。还真被雪藏了。小桃，阿姨，你爸在水果店是吧？是。坐吧。哎，好，请坐。好。哎，别倒了，我不渴。没事儿。哎呦，家里收拾的真干净啊！阿姨，你喝水。谢谢。哦，对了，杨康一会儿马上过来，你正好可以跟他一块儿回去。哦，哎，小桃啊，阿姨今天过来有件事情想问你。阿姨尽管问。那个，你从小是跟爸爸长大的是吗？对啊。那妈妈呢？小桃，我只是好奇，随便问问。你要是不想说。他吗？我也不知道，因为我从小也没见过他，我爸爸也从来不跟我提。反正这么多年，我已经习惯我们2个人了。哦，是这样啊。阿姨怎么突然问这个呀？没什么，我只是随便问问。我跟杨康复婚的事儿，杨康跟你说了吗？说了，那个他昨天晚上跟我们说了。麻烦叔叔阿姨了，以后我们一定会好好相处，不会再像以前那样了。还有就是我们打算好好举办一次婚礼。你放心，婚礼的钱我会自己付的。小桃啊，我来就是想跟你谈一谈钱的事情。那天我只告诉你，我们家杨康欠了银行的钱，可是一共欠了多少我没说。我知道是10万，这个事儿我们还吵过架呢。不是10万，是20万，而且一大部分钱是去年就借的，所以今年一定要还上。他说那个时候借钱是为了挣更多的钱，然后结婚。可是后来生意没做成，他跟你结了婚，他说是为你着想，想让你的生活好一点，所以就又去借了。我说这个话呢，不想怪他，也不是怪你啊，小桃。我只是想告诉你，这是实实在在的事情。我知道，我跟杨康结婚，确实是给他造成了很大的压力。压力吧，肯定是会有。不过其实年轻人有点压力也是动力，没什么不好。只是你们这个年纪，你说那么早就结婚，一点准备都没有，就跟个小孩似的。你想走路都没学会呢，就想跑，那是肯定要栽跟头的。小桃啊，阿姨吧，其实真的挺喜欢你的。
只是，你说如果你们再成熟一点儿，那就更好了。阿姨，小桃，我知道啊，我知道，你怀了我们杨家的孩子，阿姨保证啊，这件事情我们一定会负责的，我们该尽到什么责任，我们都会负责。你看你们现在啊，刚刚20出头，再拖个3、4年结婚，也不算晚吧？阿姨，你到底想告诉我什么？哎呀，真不知道该怎么说。阿姨，你怎么想就怎么说。小桃，说实话吧，真的，我前前后后又想了一遍。你说你现在嫁过去，就是跟着我们受苦，你说我这心里头我真的过不去啊。所以说，我考虑来考虑去，我还是觉得，我还是觉得复婚这事儿，缓缓再说吧。只是缓一缓，等我们喘上气儿来，咱们再谈。再谈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过段时间再说。我们复婚跟外债有什么关系？再说，缓一缓就能还清吗？阿姨，您是不是对我有什么不满？不是不是，绝对不是的。我知道，以前我不太懂事儿，让您生气了，以后我不会了，以后我真的会好好孝敬您。小桃，我真的不是那个意思，你真的已经很好了，阿姨其实真的很喜欢你的。那您这是？阿姨已经跟你说了，是因为那些外债。他的外债我可以帮他还呀，而且我已经把商店盘出去了，怎么能让你家还我们家的钱呢？这是我们家的事情。杨康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啊！我知道我们是一家人，可是我们家的钱就是不能让你们家还。您的意思，也是他的意思。小桃，你说这事情都赶到一块儿了，你们复婚的事情不着急。可是我已经有孩子了呀！我知道这跟孩子没关系，你生下来我会帮你带的啊。这位女士，你这么说话是不是有点过分了？小桃，这个人怎么会在你的房间啊？她已经不是你们家媳妇了，而且你也再一次拒绝她做你们家媳妇，所以你没有权利过问。是，我是没有权利，我压根就不想要这个权利。刘小桃，你交男朋友是你的自由，可是你不要一边跟我儿子复婚，一边交你的男朋友，你过分了吧？他已经有你们家孩子了，你还不让他进门，你过分吧？不要说了！我来的意思，就是杨康的意思。小刀，原谅我曾犯的错，我会一直为你等待。哎，杨康这小子也太不是东西了，确实很可气，但是人家从自己儿子的角度去思考问题也没有错。他儿子是人，我女儿就不是人了。再者说了，小桃肚里还怀着他们家的人，你说这个人是人不是人啊？哎，杨康这小子我早就看着不靠谱，所以我压根就没有指望他。哎，小罗，我跟你说句话，你要记住了，你来作证。杨康这小子，我见他一回打一回，打一回灭一回，然后我不多说了，我出去一趟。哎，伯父，你去哪儿？我
别问了，我出去一趟。喂，伯父，哎，伯父，哎，算了，哎，伯父，算了，放开我，算了，伯父，打扫卫生啊！我扫你，我伯父，哎，算了，哎，别打！跑！我打死你！我别！哎，伯父，有话好好说，是误会，哎呀，别打了！啊！杨康，我们出去谈谈。你跟他有什么好谈的？走。哎，你说你爸这又怎么了？好歹呢，我又马上是他女婿了。你说这些废话有意思吗？怎么了？到底怎么了？你自己还不知道？你怎么在做那个决定之后跟个没事人似的？媳妇儿，你说什么呢？是不是你爸又跟你说什么了？事情都到这个地步了啊，你可千万不能听你爸的。我爸的话可以不听，你妈的呢？啊？怎么又扯到我妈了？你妈的话我也不听是吗？媳妇儿，你这说的我真是一头雾水，什么听不听的。总之呢，你爸这么对我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是要彩礼是吧？哎，我这一下子肯定拿不出那么多，但是呢，我保证，我拿命发誓，我一定会给他。哦，对了，你看，这是我给宝宝买的，这个，哎，这个，噔噔噔噔，这个呢，是我们当时吵完架之后给你买的，准备给你的时候，我们已经离婚了。哎，还不打开看看？你在搞什么？我要是真想为你搞什么，我就为你搞个大的。先吃蛋糕吧。好。老公，哎，这都不算什么，我杨康啊，是这个世界上最能玩浪漫的人。请摘走我的心吧，因为早在上个世纪，我就是属于你的。什么？
这么说，杨康的母亲接受了您的资助？本来我倒是没有十分的把握，听你这么一说，我想应该是接受了。你怎么了？我一直觉得小桃好像不怎么喜欢杨康，我也不觉得杨康有多爱小桃，在我的概念里，他们只是一时冲动好玩，所以才走到一起。但是现在并不是这么回事。小桃跟你说什么了吗？小桃没有跟我说过什么。我追了她那么久，她确实没有动摇过。没动摇过，真是不可理解。你比那个杨康不知道要强多少倍。这种事情很难讲的，您知道吗？今天他叫我帮他卖了一个网上商店，这是他唯一的财产，也是他花了很大的精力弄起来的。虽然上路没有多久，但是人气很旺，如果继续发展下去的话，会很不错。但是他却让我帮他转让，就是为了帮杨康还债。我当时听到杨康的母亲拒绝他，我以为我会很高兴，但是却很难过，心里说不出来为什么。看到小桃哭着没了。那个女人，她跟小桃讲了很难听的话吗？也不是，就算这些话说得很轻，但对小桃打击也很大。何况她怀着杨家的孩子。伯母，我不知道我们做的对不对，我们貌似在给小桃幸福，其实我们是在做相反的事情，您觉得呢？好了，这件事我回去再想想。不好意思，伯母，我先告辞了。好，你先走吧，我再坐会儿。好。事情的经过就是这个样。虽然到现在我还不知道小桃是怎么蹦出来这个妈，但是我想啊，她的身份总不会错的。你呀，也别怪你妈了，这事儿啊，也难为她了。哎，一辈子跟着我，这日子过得紧巴巴的，你说，家里又添了20万块钱的外债，确实难为她了。哎，她这个事儿啊，确实做得不对，啊，但是你妈的出发点你应该理解。你放心，以后的事儿交给爸爸去做，啊，我跟你妈好好谈谈，她会听我的。喂，那个转让合同还去签吗？签，我正准备过去。我来接你。我回来了。我回来了。妈，您看我这飞机折得怎么样？我记得这是妈妈叫我折的第一样东西。我知道你去见过小桃了，想说我说什么都行。儿子，不管我做了什么，说了什么伤害小桃的话，我都是为了你好，为了这个家好。妈也没有别的办法了。我去跟小桃解释，说所有的事情都是我的决定，跟你没有关系，好吗？
儿子，你干嘛？快起来啊！快起来！我错了，对不起。我知道，好，知道错了就好，知道错了就要改，知道吗？啊！你赶快起来啊！好了，好了，不哭了，不哭了，不哭了啊！不哭了。不用看了，一切符合法律程序。这个时候钱应该已经打到你账户了。谢谢你。如果你真的要谢我的话，就好好把这顿饭给吃了。小桃，嗯，那个网上商店我只卖了10万块钱，还有一半的钱。不要用那么意外的眼神看着我。我明白你想了解我怎么知道的，但是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怎么解决。我可以帮你。不用，这些钱不一定要一次性还清，有了这10万，也就能缓一阵子了。我相信，他有了这段时间，会想出办法的。我不会帮他承担所有的东西，他也不会要我全部帮他承担。你这么为他着想，他知道吗？知道不知道并不重要。如果他全家不接受，你还愿意这么帮他吗？嗯。你在想什么？什么都没想。你不觉得有件事情很奇怪吗？奇怪什么？他们家的外债和复婚有什么关系？难道说不复婚就能凭空凑足20万吗？这一点你有没有想过？没想过。你是知道了些什么？有件事情我必须告诉你，如果我不说的话，你永远都不会知道。我要自我揭发。等我揭发完了之后，我希望你可以像以前那样狠狠地骂我。是我告诉你母亲杨康欠钱的事情，你母亲给了杨康母亲30万，条件就是拒绝跟你复婚。儿子，妈想过了，这个还是你去还比较好。哎呀，行啊，老婆，一下子就飞跃起来了。行了行了，老不正经的。这怎么是老不正经呢？哎，来个少儿不宜。哎呦，行了行了你，儿子在这儿呢。就是嘛，再怎么也要等到我不在的时候再不宜嘛。你们俩是一对儿，不吃了。今天之所以把伯母叫来，是有些事情想当面说清楚。这件事情是我错了，我向你道歉。因为之前我并不了解情况，我是一个自己感觉判断正确与否的人。这一次我判断失误，由于我的失误，你得到一个好处，我将永远都不会再纠缠你。这一次算是我们的了断。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结是解不开的，
尤其是亲人。罗烨，我还欠你一顿饭呢。你不觉得你放弃了一个绝佳的丈夫人选吗？你当初放弃了我爸，选择了一个绝佳的丈夫。今天你幸福吗？请问，当初你早就放弃了我，现在为什么要半路出来干预我的人生呢？小桃，正是因为当初造成的遗憾，现在先拼命的弥补啊。越补越坏，你也要继续吗？怎么会？你也亲眼看到了，他们家为了区区30万，就不要你了。有钱不一定是坏事，它能买来许多好东西。钱还是一个魔镜，可以让你看清楚许多事情。你笑什么？不是吗？起码现在你已经清楚那是一个怎样的家庭。谢谢你，我是真心的。我知道你恨我，但是总有一天你会感谢我的，就像我爸爸现在感谢你一样吗？说实在的，我一直很想有一个妈妈，但是妈妈在我的概念里绝不是你这个样子的，所以就算你打着为我好的旗号，我也不会有一丝一毫的感动。小桃，我所做这一切真的不是让你感激我，我是真心的。对我来说，什么是好，什么是不好，你可能不太清楚。很不希望这样跟您说话，但是我真的没办法做到对你好。所以，为了你以后的好心情，我们还是不要再见面了。小桃，你像极了年轻时候的妈妈。没关系，你现在不理解我，没关系，我有耐心陪你走下去，因为我们还有一辈子的时间。原谅我曾犯的错，我会一直为你等待。我有话跟你说。我也有话跟你说。你先说还是我先说？媳妇儿优先。现在我们是前妻前夫的关系，这算我借你的，要还的哦。昨天给你的是3万块钱买的戒指，被我拿去当掉了。这个呢，是我奶奶传给我妈妈，让我妈传给我老婆的。我妈让我给你，代表我们全家诚恳地邀请你忠心回家。媳妇儿，我不给你任何承诺，时间会证明一切。在我没有后悔之前，赶紧给我戴上吧。
我要跟小桃复婚了。你觉得你现在有资格娶我女儿了？阿姨，虽然我现在没有钱，但是我对小桃的心，你应该明白。光有心，就能让我女儿幸福吗？我会用我的一辈子去做一件事儿，就是让小桃幸福。时间会证明一切的，请相信我。再见。那，这个你先收着。现在啊，我们都是一家人了，所以不要分彼此。小桃啊，嗨，我那么对你，真的是觉得没脸见你了。阿姨，您别这么说，您这么做我能理解。这么一大笔钱，您肯定急坏了。我知道，杨康只是凑足了一部分利息，现在能还一部分是一部分吧，要不然等到下个月了，这钱又更多了。是啊，他在想别的办法，他爸也在想办法呢。这房子千万不能卖啊，这房价现在越来越高，留着就是固定资产呢。小桃，你跟以前真的是不一样啊。我现在都是要当妈妈的人了，如果我还像个孩子，怎么教育自己的孩子啊？唉，阿姨啊，在这里跟你道歉。啊，不用，这事儿归事儿，理归理，错了就是错了。你呢，能够理解我，不跟我计较，我已经很高兴了，真的。那这个啊，你先收着。哎呀，阿姨，收着，真的，哎呀，别，真是的，就因为是一家人，所以啊，不会跟你客气。收着，到时候要用啊，阿姨会跟你拿的。收着。我听阿姨话，哎呀，放好。哎，那个婚礼的事情，我们家杨康跟你说了吗？说了，不过我觉得吧，这酒席跟婚礼就算了。咱们家现在是非常时期，不行。虽然是非常时期，但是形式一定不能少。只不过呢，可能不能像别人家那样风风光光的。这别人家再风光，又没有我们家杨康。真会说话。当然，也没有这么既年轻又漂亮的婆婆在呀。哎，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的嘴那么甜呢？啊？我还有很多优点呢，以后你要是发现了，千万别惊讶哦。你这张嘴就是不饶人。哎呦，孩子不小了哈。真好。我跟你说呀，再过段时间呀，他就会动了，他还会踢你呢。是吗？我正在城楼观山而静，耳听得城外乱纷纷，旌旗招展空翻。怎么又来了？小桃的态度你不是都清楚了吗？他的态度还不都是你教的？还是喜欢这种老土的东西。你懂什么呀？这是国粹。跟你这种时髦的人说这个没用，那简直对牛弹琴啊！说吧，来干什么？我要回去了。回日本啊？去吃那火山灰啊？啊，多吃点啊！无药可救。你给过药吗？你要早点给药，我可能会变得更加气人。怎么，又给钱？
你好像钱多的给不出去啊。你拿去，把杨康还债。哼，又打他的主意。我当初的离开，真的就这么罪不可恕吗？没有人比你更了解当初的情况。我一个女人跟了你，我得到了什么？我不怕苦，我不怕穷，可是我怕你喝醉酒，我怕你赌博，我更怕你打我。是的，我抛弃了我女儿。这么多年，我心里就好过吗？你苦，至少你还有女儿在身边。可是我呢？我苦的时候，我只能一个人缩在角落里哭。你丈夫呢？你不是有丈夫吗？我哪有什么丈夫？我出去之后，根本就没有嫁人。我能有今天，我靠的全部是我自己。请你如实把当初的情况告诉小桃，他有权利知道这一切。我会回来的，我绝对不会放弃。哎，拿着呀。你的，我的。娘子，相公，娘子，相公，娘子。相公。大家能参加我的婚礼，谢谢大家。微笑，幸福的微笑哦。妈呀，我都笑了一整天了，还笑得出来？好，好，好，非常好，非常好。还以为会很浪漫呢，保持，早知道这么辛苦，我就不拍了。哎，好好好，四目相对，款款深情哦。哎，好。哎，你不觉得其实我45度角最帅？哎，谁是新郎啊？我，不是我吗？他是我伴郎。啊！好，我是伴娘。啊！好看这边，看这边，看这边，好。哎，错了，站错了，哪站错了？我们重新拍。好，再重新拍一下。过来，你过来，他是我老婆，你过来。站好，站好啊！准备好，看这里。